有人話擁有名錶等於擁有時間，有人話超級跑車象徵身份，有人話商場上長袖善舞代表財富，品味內涵才是我生活藝術。澳門今日躋身國際都會，作為城市精英嘅你，星悅係你最佳選擇。喺呢度，你可以盡享金光大道繁華；喺呢度，荷里活精彩盡顯光芒；喺呢度，世界建築名師為你打造星輝生活，品味生活，由心流露。星悅、睿智、非凡，澳門精英生活代表作。You're invited. 星悅嘅選址喺澳門氹仔發展，全因呢個地方有其他城市無可比擬嘅優勢。星悅前瞻澳門賽馬會，視野永無遮擋，180度馬場景觀不可複製，每日24小時無間斷欣賞金光大道數千億世紀建築圖畫，美不勝收。即將落成嘅輕軌氹仔總站就喺星悅門前，自駕澳遊經西灣大橋或友誼大橋往返市區都可以瞬間即達。氹仔近年發展迅速，多項大型基建陸續落成，例如澳門國際機場、北安碼頭、輕軌鐵路、蓮花口岸、港珠澳大橋等等，都係澳門未來發展嘅重點。橫琴同澳門已經24小時通關，澳門大學嘅橫琴校園、長隆國際海洋度假村都已經落成啟用咗啦。你覺得咧，要稱得上係殿堂級豪宅嘅話，除咗係建築外觀之外，仲需要具備啲咩條件？嗱，我就覺得唔單止要注重外表，內涵都好重要㗎。星悅請咗美國著名建築師 Architectonica 嘅創辦人 Mr. Bernardo 去設計，其中一個特點就係每個單位嘅露台都設計成唔同嘅形狀，令到外觀呈現流線型嘅效果，係全澳門首創。星悅嘅園林設計請咗澳洲 Bell Collins 做園林規劃，除咗豐富嘅植物園景，仲將住客會所同園林綠化融為一體，令到住戶可以體驗到加州棕櫚樹嘅陽光氣息。星悅嘅尊貴會所係由設計大師梁志天 Steve Leung 親自操刀，俾住客享受到非凡體驗。星悅嘅住客更可以使用旁邊羅斯福酒店 Roosevelt Hotel Macau 嘅酒店設施，更顯尊貴。星悅所有單位嘅廚房電器係採用德國名牌 Miele， 有品味嘅住戶對呢個品牌都一定唔會陌生。而廚房入面仲特別設有 LED 電視，一邊睇電視一邊學煮嘢食，倍增下廚嘅樂趣。而櫥櫃方面就採用咗世界著名品牌，例如意大利 Armani Dada 嘅頂級系列 Armani Bridge， 德國 Bulldog、Kabockenpop， 而且仲設有6尺高嘅紅酒櫃，大大突出住戶嘅品味同埋尊貴。其實星悅咧仲有好多值得介紹嘅地方㗎，等我話你知。好啊！星悅為咗迎合不同住戶嘅需要，提供由1000多尺嘅2房起至3000尺左右嘅5房單位。最大嘅賣點就係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單位，例如有接近5000尺嘅天際雙層複式，7間4000幾尺嘅聯排別墅，再加上有4間6000幾尺嘅星級獨立屋，肯定可以將星悅打造成澳門最多元化嘅超級豪宅。